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有400年的台南府上，其实有几多的客大的客家人。嗰是我哋咧台南市政府同我哋咧客家委員會推出的客語尋港計劃，都希望講同我哋咧客語嘅宣傳師，還有幾多好我哋客家文化朋友共同把我哋咧客家文化尋港嘅睇我哋咧台南市。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都係有參加一位客語尋港計劃嘅李美玉先生，而來到我哋現場。美玉先生佢特別咧講，而係講嘅係伊嘅小頑強。但是睇台南講嘅話，而按樣去推廣而嘅小頑強嘅客家話咯，我哋馬上幫我哋美玉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有個教學嘅過程。美玉先生歡迎。主持人很好，觀眾很大家好，我係李美玉，我係石安客人，我係武下大兩輩都不做。今日歡迎我哋美玉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佢快些啦，我唔曉得講小頑強啦。冇要緊，冇要緊。係，嗰時我都講我嘅實驗，但是我就請先生用小頑強同我哋講。冇問題。係，因為其實我哋最少談到小頑強嘅客家話，因為是其實今日我講嘢，嗰種冇幾多嘅嗬。你媽存9,000人得講，我哋仲存2,000人得未曉講卡數。係一件事情嗬，我就感覺到幾神奇。你講，唔係咪對萬世都會講啊？還是講後來人學嘅咯？我嘅祖先啊，祖公佢哋攏，我哋母下攏未曉講啊。我出世時未曉講，我有啊攏是講伊教，我哋兄弟姊妹攏未曉講，啊嘛未曉聽。嗰時見到陸卡灣有啲講客，安尼小頑強嘅客話冇？愛提啊，愛小弟啊，愛提，佢袂曉講，愛二姐甲三姐認為佢家底好多人，所以佢袂曉提，唔曉講。嗰時其實真是以前一般可能萬歲係輪輩太人，但是後來冇用到小頑強嘅話，其實真是慢慢地都唔會講嘅嗬。咁從頭到我哋已經講到講一擺我哋台南嘅客語尋港計劃。幾時時我想到可以參加一個計劃咯？我本來冇想到做先生，冇都教嚇。啊，拄好喺180幾年，拄好個向一個阿姨嚇，阿姨啊，阿姨佢含我參加個向婚姻合唱團嚇，我兒收書，對個向103年收書季，我兒就在做副唱歌，從合唱團，所以我甲佢先收書，佢嘛都做相愛，是拄好180幾年，個向阿姨拄好在個市政府嚇，在個向教師，教師在個做志工啦嚇，就是講嚇。做志工啊，從講拄好天初個向倪士林科長講台南就搶一屆，就簽一屆個向石安客人的先生啦吼，阿姨一屆推真愛吼，含背收書案，是開公家古物教師案。好，嗰時我都真係講，雖然講到一點也唔會講，但是一點也嘛幾重要。好，一點也嘛幾重要，係。等於你講，我哋四海太平咯，社會伊啲小頑強，你冇平，你唔係平安嘅吼，嗱你哋平吼，都係冇，你社會小頑強。可是但是吼，佢特別講，因為農村唔知個一點也唔會講，咁我出差門啦吼，好嘅學生嘅會多冇？好，我哋學校，我哋家鄉東升國小吼，加兩輩國小吼，佢哋學校。攏就有咧教職安家，我個向表妹啊吼，表妹佢就開個向幼稚園吼，幼稚園嘛咧教個向寫字，教個向卡書案。嗰時都我哋講學生嘅細年嘅學生嘅個多啦，嗬，但是太年有來學嘅冇？也不多，冇幾多，攏因為佢哋攏圖個好多人嘅每個向。培養啊，所以佢吼冇攏冇曉講，
啊，拢悄拢填平开。咁一般来讲嘅话，吼，譬如讲我哋即係講試驗嘛，吼，無你講海陸豐嘛，吼，其實我哋有幾多嘅教材，咁從唔同即係嚟講，做頑強嘅時節，唔同上課嘅教材按樣去設。我嘅教材我哋家鄉開祭賽，我係政府家鄉，我二輪背客家文化館吼，家鄉簽家鄉陽光站吼，簽幾吼，上講幾啲家鄉廟宇吼，就啲熱定啲分享吼，分享當伊講了係我哋接案嘅開祭賽啊吼，我是政府揾家輪背吼上。家鄉認證班啦，吼，啊，順勢開幾家，或者讓日不該物件吼，會使我上課被認錯，我是開家，養常上觀眾佢是真歡喜，伊佢上來量20屆啊，吼，啊，我是排寫，我是甲個名20屆，啊是教好先吼，發土吼，啊，認識寫啊個。佮做老做案，做家鄉開祭賽。做一般嘅嗰種，譬如講開口試啦，吼。啊，佮我是接觸家鄉市政府啊，吼，佢家講佢係唔愛做先生，我是想講，啊，莫我進入武下吼，我上個武下攏背，佢家鄉母校吼，咁楊芒啊，都廖偉成先生吼，佢真好。幾吼，甲幾個教材當來，啊，家鄉教嘅系統就豐富啦。咁從一般來講嘅話，人哋教材地步呀，吼，會對某個地方開始啊。譬如講，有啲教材會先用中國嘅啦，啊，有啲教材會先用譬如講客家嘅美食啦。咁對人來講嘅話，會對某個地方開始去上人來開始學做頑強嘅客家話。有啊，我去。就用個美食吼，美食家鄉麵疙瘩吼，啊個家鄉板粽吼，啊個米菜魚吼，教幾年上講小個家鄉美食得幾年小書案。米菜魚是米苔目嗎？好，米菜目，米菜目，哦，米菜目，我能講米奇目啦。咁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唔知講倫貝嗰片，比如講走岸嗰片嘅行業咧，米菜目係是鹹嘅還是甜嘅呀？我哋攏南家鄉無糖是甜嘅，是涼嘅啦，涼嘅。上講去武下那是像你去國母啊，吼，還是西天吼，這邊。當點心，佢天圖案吼，啲供應色啦。啊，所以我出世時，家鄉米菜魚吼，我是出世食太好啦，吼，啊個家鄉麵疙瘩嘛是食太好啦，啊個板粽嘛係，啊我家種我以前我幾都冇菜啊，我認為我想講要讀簽證咯，我以嘅必須好些嘅。物件難，啊，所以我就自家去家鄉研究，啊，自家先字都不曉，啊，教好先，享受美食，客家嘅美食啦。佢貼喺你講，唔可以講到麵疙瘩嘛，吼。其實我嗰時候談到客家仲有嘢是麵疙瘩呢。有啊。係因為我一般都想過，麵疙瘩唔係嗰種，譬如講對比如講我哋咧政府對中國過來以後，佢哋外省人會把麵疙瘩帶入來。嗰時倫貝其實有麵疙瘩係咪？有。麵疙瘩用嚟做啊？嗰次用家鄉米菜來米，菜來米，家鄉米粉唔係麵粉，係米粉。米用家鄉嘅粿㗎吼，啊家鄉。用家鄉沙條炸棗，裝到做粉板芎款。啊炸棗咧吼，佢是軟吼，啊甲整成吼，泡案，啊泡吼是一條啊，黏到無字案。佢這邊咧，嗰種一般來講嘅話，嗰種用米做嘅嗰種，我哋講米疙瘩啦，吼，係用嚟食啦。本來是上講家鄉苗栗幾年攏是。一家家吼，按切得好嘛。我是面膜家鄉
光 Q 啊，我是用甲用菊花带吼，甲用，不过无好扔，久了要甲用切搓，啊，落梅我是甲用甲软切的，用切的来夹，啊，落籽啊。哦，甲迄后来愈还是甜的。我是用葱炒面腌，用炒面用的，啊，到南酒倒甲腌，腌了我拢找煮好长湿开，吼，佮甲太无吼，迄若煮吼，要必须要变开，我是甲弄好，开加得几年炒就是这样。好，真的冇试过呢。刚海帮去轮播，一听的是，问题，去轮播的时候，外面买得到哈，还是讲爱路可能会做呢？没有啊，都是一家母下做的。嘿，外面买唔到。有，不过吼，面真的面菜少少啦。贵少啦哈。有的切起来甲向口感无同款，较无好食。是啊。可是安尼讲起来，其实我哋轮播嘅做案吼，唔单止讲，即个讲伊哋佢贴配咧，伊哋做案强嘅客家话，同時伊哋試嘅地方，其實嘛有伊哋佢貼配嘅地方哦。休息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堂節目，我哋來自台南新化廣州頑強嘅李明玉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伊做乜為介入我哋台南市政府同客家委員會共同推出嘅客語尋港計劃。明玉先生，其實我真是幾難得會讀到伊哋講，做頑強嘅先生，我都想偷偷講，其實台南冇從伊哋然後，嗰時今日來到我哋福起來，我哋請我哋呢做頑強嘅先生吼，同我哋教幾做頑強嘅話好冇？好，一開始如果譬如講我哋一聽我有啲打招呼嘛，吼，打招呼嘅話，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好，大家好，也幾把從他講嘢佢馬佢唱啦，哈，西來太平洋他們好，大家好，哈 ，OK。啊，這個就是對我們的音標。哦，都係這很強嘅音標，嘿。咁啊，想問下，唱見緊哪位一種卡片，係本來都有一啲教材未？你啊，係家鄉廖偉成老師哈，哦，而家先生貴，喺家鄉東升國小哈，啲教。我是後天馬正，咁問講，你啊，我就教菜吼，就要使頂愛毛，啊貴真好，貴吼，你口開吼是記20本台，哦係哦，啊加裝哦就到裝，好，啊所以真感謝吼，真勞力貴吼。哦，勞力都感謝意思吼。勞力係感謝嘿，勞力嚟講阿姨啦吼，啊甲我嘅阿姨甲倪思玲科長吼，啊個廖偉成家鄉先生，個廖俊傑先生，啊個李彩鳳先生，個李坤金先生，幾年攏甲當愛吼分享，間教真多卡書，啊個就多家鄉。就講教菜啊，嗰時提定嗰啲勞力，勞力，觀眾朋友學過冇？勞力，如果我哋做頑強嘅倒車，倒車勞力。好 ，OK， 好，咁下一個粘性就是很像哦，很像粘性。好，老師造句。我嘅面啦嗬，真面性愛阿姨。哦，很像歸窗阿姨，粘性愛阿姨，好，粘性歸窗，釀醋嗬，釀醋，我今日都夫妻來啊，就釀醋，迄日大家，釀醋看到，釀醋會看到，釀醋哈，釀醋會看到，這是什麼多呢？哦，我講看到啦，哈，看到。哦，可是釀這個字是這麼寫，釀醋，如果等西安話為看到，
看到的意思，酿醋。今年酿醋，迄年真欢喜。嗰就等于有安尼教材以后，真是教学上来路变得够方便的。好，就真的是各方面同时教出欣赏。比如讲，我有时看汉文看唔成，比如讲酿醋，我光看文字是看不懂的。好，然后但是你一讲哦，原来是俺能讲看到，一直看到。我安尼俺都第二年了，俺的这碗强的看到乱到酿醋，然后怎么乱到酿制。酿制，好，酿制，然后还有一个隐性，隐性，怎么很像，好，很像，隐性的很像，也都真的都同类的，譬如讲西安来讲嘛，海陆丰嘛，网络讲太普强嘛，真是都有差别。好，也偏偏真是都有差别，好说头先生在讲的过程里边，有的方还是谈的是，有的方，用方来都冇多强用。佢像我哋一般人来讲，我哋有时可以用字卡来代表，但是文化的部分可能我哋真是如何用东西来讲，譬如头有讲到讲，我哋前面的一啲開口詞。好，你其實講我哋咧輪播嗰邊嘅客家文化講本嚟20種，你要買20種嘛嗬。我想請問一下，乜樣嘅一啲課程地位會用？我本人講，我哋愛嚟設計輪播，我哋講小案嘅開口詞啊，乜樣嘅去設計啊小案嘅開口詞？將加叫嘛嗬，叫啱啱似用打，用棒棒嘅，造型啊嗬，加用加幾教。教工老做做，得家向老生人吼，手吼袂使按面汤吼，身體較好，佮教幾年家向要家舌，要家舌吼，芒舌，藍舌吼，像家向開濟晒，是小貴，是三寶，開濟晒，加三不魯就是給補困哈，給補困，老師這個我聽不懂。給補困是什麼？擊不全，武術，一個武術的一種啊，對，給補強，給補強，那個用家用玲瓏啊，玲瓏啊，土棍呢，隨從啊，按跳啊，繞按跳舞啊，唱歌，得家用跳舞唱歌，幾年聽家用音樂一個，幾年嘛袂使。是原來創原來家鄉好玩，是要帶來家鄉幾就興趣來上課講，來了唱歌個柔爽，真歡喜，了係三寶體質就是開濟賽，第二是舞台戲，第三是三步路是。三補困，給補困呐，給補困。咁像一般來講，其實我哋地講，其實我哋園林嘅部分早期，如真正我哋舞台戲個有名，同時頭都講打拳嘅部分，其實嘛係當初個有名嘅部分，嗰度都講嘅三寶，我哋同我哋廣東朋友講一下，三寶係哪啲嘅開口詞，第一舞台戲，武術嘅補強嘅部分，咁舞台戲嘅部分，唔係用係用舞台戲來教客家。舞台戲應該係甲按兩屆教學啦，一屆建築，一屆妹做，應該是甲總共兩屆咧搭這鼓，按兩按就是係現家用後生來按唱歌，個就是家用舞台戲，講故事，俾幾年聽，因為人家用舞台戲是人都真心寫啦，講真等於寫，等於寫冇唔錯。咁像唔即係講用舞台戲來打嘴鼓，冇得講故事。咁嘅打嘴鼓嘅部分有內容冇？有，像家用四海太平岸，兒女呢就來，個有家用。家鄉炒米菜，好。
可是你哋四海太平洋，你哋讲首届我哋台湾咧，五个客家话嘅强调嘛，吼，卡数嘅强调。第二，你讲我哋議論咧，議論無論論背嗰篇嘅故事嘅由來，係的，三米嘅家鄉三寶。係，可是第二，你講嗰種我哋新人咧，一方面愛去搞舞台戲，同時以學我哋咧走安強嘅話，等於嘛有一啲劇本。有啲劇本去邊演，有，係，咁因為同人講話要打鬥戲嘛，嚇，咁打鬥戲係兩個人的互動，好，咁啲打鬥戲係講笑口，是講笑話嗎？還是說？我要講吼，我要講一句，得幾日天，像倆，我要講吼，幾篇嘅吼，我是講了，講了，都講一遍。俄羅斯，啊，幾年一天有，啊，從舊年詞彙嘛係，我攏要教3遍，啊，3擺若無曉，是個教念幾年天，念到幾年要長，按這樣個教新嘅。好，咁人家講，譬如講人家睇學教要教嘛，嚇，要學教要教嘅話，咁幾條細人咧。又講，譬如講，我以為學嘅先生嘅走安強嘅客話，吼唔單止對我哋嘅客家美食，吼我哋嘅文化地位，甚至用舞台戲嘅方法，而佢是要慢慢嚟去了解到客，咁我哋講走安強嘅客話冇。要了解好先真認真，佢吼攏未，那個講教吼，啊攏未甲伊講，迄大家要來吼，家鄉個留任。留任得幾年好玩，啊幾年得舞下就要一家複習啊，吼，係啊是邊念嘛，像倆幾次念莫長，幾次天平開吼，啊是要靠天馬，吼來講啊，來吼，幾次講，啊先，啊個向吼跳哪吼，跳哪輪到出講啊冇曉講，啊唔過吼跳哪幾年講莫長，我長語個含佢講，佢話添佢跳哪佢講，跳哪吼，我家任吼要照開。其實是有時人真係發現冇辦法，嗰種真係萬歲啊吼，冇學客話啊，其實鹽真係發唔出來。係真係有時有人講，國泰是學嘅人吼，冇得講以前會講，冇得講好容易去學客話，跳幾隻字都真係念唔出來，有啲都念跳。好，你念跳，佢真是冇特色學客話，其實人都學唔出來。嗰種其實對於啲走安強嘅客話來講嘅話，而唔單止係用一種思考來俾學生去了解講，而講嘅係乜嘅事，同時嘛，係用無同樣嘅方法，把我哋客家文化融合喺啲我哋嘅走安嘅卡數地方。休息下，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台南新化江走安強嘅李美玉先生，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以現樣嘅用方法來讓新人嚟可以學到我哋嘅走安強。但其實我哋美玉先生以自己本身係因為從嗰位能認識我哋台南市政府同我哋客家委員會推出嘅行業尋工計劃，同時亦嘛可以參加幾多嘅客家嘅比賽哦。從一個客家唱歌比賽吼，做乜會參加客家的歌曲比賽啊？因為我本來細漢攏聽我阿姐吼在唱歌，我嘛一家嘛就愛唱歌，因為在家鄉苗栗吼，是家鄉苗站吼，家鄉人伊在唱歌歌手啊吼，是拄好拄出一個開唱片嘅家鄉。都跳架啦吼，幾時家鄉從重版吼變做 DVD，所以我哋家鄉在苗栗唱歌吼，大家分享吼，是佢感覺愛真特別吼，上講客家人，幾次分帶愛吼，100條歌帶唱歌，不過吼，其他客唱歌係唱。
CN 的吼，从 CN 的从过，过来我是拄好在家乡苗栗吼 YouTube 养出，哎呦，了2年先生吼，贵就出国呢，就往国呢，啊，我之前真开母下，先甲个廖老师吼，甲很贵分爱好，啊好袂晓了，我用文化馆的阿姊啊吼，阿姊几10天爱唱歌，几是该鼓励吼，很爱去比赛，啊日把空时呢是去比赛，啊开文化馆比赛，啊比赛两败了，甲向老热台擂台吼，拄啊好伫咧选秀啦吼，啊我是想讲，如饲羊毛啊吼，啊是常是就真福气啊吼，伫机会在家乡天视台，客家天视台去甲比赛3遍，啊3遍的师母吼，我去甲我让伊，规年拢认认伫先生咧教。我拢忘伊教，我开比赛，我就甲老师傅讲，我甲讲比试开吼，无错名，我就甲老师傅讲，我下来从伊就用卡书过吼，啊甲过，咧迄个收书，认为迄个无听过，我的就按咧卡书吼，啊我下来掠，是毋是错电无要紧啦，嘿所以迄背过去文化馆也是选秀，是家乡我是要开个比赛啊。但毋过吼，我拢无晓莫讲，我唱真好啦。因为我拢一家用唱柔的人要魔掌，啊家乡一个阿姊是讲，迄唱歌真好听吼，迄要突摆都必然，啊是我是吼。一家吼是加柔的，啊一家好玩，啊是切开去比赛。毋过掠2-3年吼，疫情吼无使出门，所以真无去比赛啦。这很强的卡数，无你讲，这很强创出来歌的，很强的一种歌的，让人马上唱在耳肉身上，唱一团稳他。好，我从你跳歌迄表现真好吼，迄东兴国小的廖伟成先生吼。贵写的，啊，认为家乡歌曲吼上唱，我从副歌部分就好哈。有很真好，还有你真好。好 ，OK， 好。我开始唱哦。好 ，OK。落来现含现做谱的时间，呼吸的感觉，将棉花糖空宽甜。爱甲规粒地球拢沾染，好地世界悠闲。爱甲规粒地球拢沾染，好地世界悠闲。我还没有谈到讲，我把也规个地球都沾系咪好彩有系咪？是系咪咁嘅意思？我还没唱我的民族先生，对一句教我哋好冇？一句一句教我们，譬如讲，你头都讲那个。罗拉hen就是谢谢你哈，罗拉hen。做谱的时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好，来再唱一版。罗拉hen含hen做谱的时间。含hen做谱的时间。好。呼气的感觉，将棉花糖捆宽甜。呼气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呼气的感觉。呼气的感觉，就像糖那么甜。好 ，OK， 爱甲规粒地球拢沾染，好地世界悠闲。好，要把地球整个都占领就全部讲起啦哈，有你真好。好彩有，感觉到因你爱的呢，周安强的卡数的一种，我特别的一种发音哈，我是睇下一条歌的地方，也要韵味就刚好压的是刚刚好。从爱的人讲一条歌是哪个先生做的？廖伟成先生。廖伟成老师，跟以这个嘛，佢係咪做过几多我爱的周安强的客家的歌啊？
有，甲一贵做般来讲真，多啊，汤料较多，因为同佮搞样多，东兴国小吼，啊，佮搞家乡后送，后送家乡好先底好。甲一般来讲嘛，像一般人上课的时间，我用一条歌来教小人的。我係教時體人，係時體人，我用安尼講我係教教嘅攏7、80歲時體人，因為我哋教吼係好老狀，冇一屆未曉講卡書，啊，所以我本來攏開2禮拜攏歇困啦，啊，歇1年，啊，我是攏未用排家鄉背包吼，開粗茶開了啦吼，啊，另外我是想講。莫使按吼浪費家鄉時間，做一條啊就自己嘅家鄉活湯啦吼。啊，所以我一工愛1禮拜假期吼，來家鄉教家鄉關懷祭典吼，教幾年做倆，教幾年卡書啊，在家鄉做手做的師母吼，咁幾年教日量3吼，4、5、6、7數字吼，數字，啊還有嗰啲吼，嗰樣木啊伊嘅卡片吼，啊個家鄉叫，啊個家鄉開祭賽，啊個家鄉倆卡架用裝，啊個介紹花吼，家鄉。卡教發布，啊！得幾年當啦，啊！我咧教嘅時數，我攏會念1遍、2遍、3遍，3遍啊！幾年又未曉，啊！一個教新嘅。好，等於如果用1遍、2遍、3遍，慢慢的去表演，你談嘅時候冇去了解啦，係咧都在教新嘅。好，你對我哋嘅學生啦，我哋嘅文化啦，對用一方面用通俗嚟做，一方面都在教我哋嘅卡數嘅部分。我覺得其實真係都等於講用生活裡邊，我用嘅多嘅卡數，好去教我哋嘅體驗上。咁從未來呢？你未來有乜嘅教學嘅打算冇？未來有沒有什麼教學嘅計劃？因為我今年開太多啊，我哋地都睇了吼，你嘛嘅啲啦，歇困啦吼，我全今年開始辦呢，家鄉煮，還有家鄉小紙片的小字吼，佢而家講，每一很神迄今年就開叫辦啦，啊，因為我身體冇好，我又先歇困，就袂使佫做較多事，啊，我係打算講我佫5年退休吼，退休我就佚佗攏家鄉專心都教你啊。係啦，我身體過重要啦，真是身體過重要，把身體養好以後，吼退休以後，能好好的做啊，都冇。所以我今年之前開始辦，5月14、16要開始個教啲辦。係啊，你看到你這個喺台南，咱唔會教呢，你這個都得大家寫啦，關於喺家鄉朋友也是阿姊啊，家鄉科長。先生啊，幾年攏真相愛啊，所以就感恩的吼。幾年得個愛做到紀念吼，我當要採人新詩都教倆客家的文化啊，甲客家的將倆要甲寫啦吼，啊個日量3吼，家鄉輸出啦吼，啊個舞台戲啦，嘿，啊得幾年收書案。啊，愈當伊收書愈好啦。啊，本那我係想講，我今年來家鄉來教書，是因為迄年吼，迄年就報名，我才就要機會就好就教吼，所以我攏一家要掏腰包吼，做個面食吼，得幾年吼，食個袂使執定，個幾年武漢人食，吼啊，毋過吼。搶救的吼，那麼投入，因為我是一家己投入吼啊，所以家係嫁出來的吼啊，無我若欠父親吼，無差不解啦，因為含大家嘅人吼，啊就我係夫妻，迄等我吼父母吼，我是真歡喜啊，啊若錢吼，若講出錢是傷腦筋啊吼，所以得錢的方面我係無。
计较啦吼。啊，毋过柔的好先，柔的先生，柔味困伊无热风啦吼，所以困伊得教吼，是袂较袂晓爽。就真变成讲，真的心意最重要啦吼。做啦。我说睇我哋咧台南也地方吼，唔单止讲啊有我哋咧美育欣赏，也要我哋讲做我哋卡数嘅欣赏。其实对几多宣传师来讲，睇下伊哋有几多嘅客大嘅伊哋台南市来讲嘅话，伊哋嘛尽心尽力去推广我哋嘅客家文化。今日我咁唱我哋美育欣赏，落到现场分享安度安精彩嘅故事。落啦支持人，落啦大家。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